CLS 2A 期咧就快嚟啦啊！而家咧新鴻基咧就喺西沙呢個高柏咧開咗個展銷廳，入邊咧我就帶大家睇下，五哥今日睇下個模型先，因為個模型咧新鴻基嗰啲模型出晒名，做得好細緻嘅。咁今次2A 期咧727伙，預計咧聖誕節前後啊推出嚟㗎，即係好快啦，可能1個禮拜之後啦，已經有價錢啊各樣嗰啲嘢。咁2A 期對比 1A1B 期，1A1B 期咧喺半年前啦4、5月嘅時候賣咗1500伙，非常之好賣嘅。點解咧？靚咯，新鴻基咯，環境咯，海景咯，有配套咯，係咪？啊，左望後有靠山，前面有海咯。今次2A 期咧，我個人覺得即係唔係賣花讚花香，但係咧真係靚過 1A1B 期，因為點解咧？睇呢個模型睇到啲端倪啦。啊，呢個模型咧前邊咧2A 期其實呢度就係 1A1B 期，但係 1A1B 期咧望住井頭再望海景嘅。如果你嚟過現場就知啦。2A 期咧就望住呢一個。哇，差唔多啊！我目測啊，哇，10萬尺啊，差唔多呢個園林啊，前面一個大草地啊，呢啲好靚嘅明堂啊，明堂即係咩咧？即係其實聚財嘅地方，一個好平坦嘅綠色嘅草地，再加一個人工湖，仲有5間小屋。到時你見到啲小朋友喺度休憩啊，各樣嘢啊，啲雀仔喺度飛啊，環境好寫意。呢邊咧向東北向北。望翻高柏後邊就係企嶺下海，即係海景嚟㗎。呢啲單位啊，全部都一座向翻入邊咧，可能就冇依邊就望海，要可能行出嚟側少少先望到。但係依邊向北咧，哇正啊！呢啲九雲樓啊，向北高柏，跟住望海景、馬鞍山景在後邊。呢個吐露港其實有落去西貢，沿住就係入落吐露港。呢個企嶺下海咧，非常之靚仔啊！應該望到船灣淡水湖少少個壩添啊！哇！所以你諗下，今次個景觀如果向東向東北望內園嗰啲，我覺得比之前更加優勝。因為點解咧？1A1B 期都望到自己個內園，巴士站上面嗰個咧，但係前面井頭咧，我覺得村屋冇乜問題嘅。但係少少可能呢啲天台咧，立雜雜啲，冇咁靚仔。但係望自己新鴻基嘅樂園咧，等於望一個好靚仔嘅公園，因為新鴻基做樂園真係非常之出色嘅。另外咧有驚喜，因為我咧自己揾嗰啲黃白 K 睇嗰啲嘅景觀咧，依邊2座、3座、5座向南啊，望翻出嚟嗰啲咧，依度係後續期數嚟嘅，2C 2B 2C 再落嘅。但係依邊唔會撞到佢喎，後續期數因為呢個大 project 嚟㗎。依邊呢個地盤咧都接近接近4700伙到嘅，咁其實而家1500賣咗。嚟緊2A 期727，咁呢啲向南咧2座、3座、5座，正南位或者東南位5座呢啲，咁望住咧後邊咧係望山同埋海，好靚一個灣仔有個海。我以前咧以為咧呢度有條你知西沙路啦，擴闊咗入去西貢㗎嘛，我以為會有少少車聲㗎，但係原來實際個距離好遠㗎喎，中間仲有一個小山坡㗎喎，所以咧其實好靜我飛過無人機上去睇過，景觀靚，坐向靚向南，跟住仲要望海景山在海，依邊仲要向正南大單位2房都有所以正呢啲大單位咧，今次727伙啲大單位嗰個分佈咧就多過之前 1A1B 期嘅咁你見到呢個圖啦，3房1套連儲物間連工作間呢啲咧，呢啲 A 單位5座3座2座呢啲 A 大概可能700尺到啦，向南位呢啲靚到爆，呢個南啊嘛，咁你見到啦，呢東啊嘛，5座咪東南咯，頭先內園嗰啲咪東北咯，都有大單位嘅，咁你呢度3座一處呢度一座就有2處內園嘅3房啦，咁跟住2座3座4座2座3座5座冇4座嘅，4座係冇1、2、3、5座，所以靚仔跟住依邊向西咧都望到後邊個烏溪沙即係唔係馬鞍山個山好靚仔，跟住再望到馬鞍山個市景遠眺到即係天氣好嘅時候咧，所以都 OK 依邊就冇咁靚仔向西，但係個景觀都非常之開揚啦。所以今次2A 期其實係位置於成個項目咧最單邊嗰個位置將來啲期數冇咁單邊㗎啦。我見到網上有啲言論咧話會樓望樓會俾之後續嗰啲期數有啲噪音影響咁當然啦，大 project 嚟㗎嘛，我哋都似喺前期會有噪音嘅。但係如果你買2A 期咧，
將來起啲乜嘢喺隔離都唔關你事啦。你享受新鴻基最大型嘅會所，咁靚嘅內園，咁靚嘅草地，咁靚嘅人工湖，跟住呢度有高柏一個商場，有運動設施就足球場啊、網球場啊、方力申嗰個主理嗰個游泳館啊，跟住有匹克球啊，跟住高爾夫球啊，跟住呢度仲有高柏2有2個商場添啊，跟住樓下又交巴士總會啊，仲有嗰啲咩中大醫務所啊、英基幼稚園啊，哇！真係淨係講緊園林都148萬尺啦，個會所加園林啊，168項會所嘅設施啊，所以點解新鴻基呢個 Sierra Sea 西沙1A 1B 期咁直租呢？啱啱有單租務成交18000蚊兩房，4厘7回報啊！當然未計雜費啦，但係都有4厘7啊！咁所以真係咁好回報，即係證明好多人追捧啦！呢個 Sierra Sea 西沙2A 期，你又中唔中意咧？